新年又到了，你看，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陷入到那些关于要不要庆祝的争论里去？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呢，把这个时间点不当成一个争论的战场，而是看作一个机会，一个对我们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、彻底的个人审计的机会，一次对咱们灵魂的会计核算。这句话可以说是点睛之笔，也是我们这次解读的核心。为什么自我核算是可能的？因为不管我们给自己的行为找了多少借口和理由，在内心最深处，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最清楚的观察者。我们其实是骗不了自己。没错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外面的声音太嘈杂了，所以在今天的解读里，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一下，到底要怎么才能关掉这些噪音，真正的向内看，进行一次有意义的自我审视。好，那为什么说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终极会计师呢？其实自我反思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超能力，它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。可以说，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内置了一套监督系统。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。他说的是，在那个最终的清算之日，我们是没办法否认自己做过什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最诚实的证人。你的手会为他做过的事儿作证，你的脚会为他走过的路作证，你根本没办法欺骗你自己的存在。你看，这句著名的圣训就把我们今天的主题给点透了。它告诉我们，自我反思不应该是被动的，等着别人来评判，它必须是主动的，一种积极的自我评估。我们必须赶在被别人或者被最终的审判审计之前，先主动的把自己的账目给审一遍。既然自我清算这么重要，那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呢？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，就是我们常常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那些肤浅的、没什么意义的争论上。很多争论其实都来自于一些基本的误解。就拿新年这个事儿来说吧，很多人老是把圣诞节和元旦混为一谈。你看，圣诞节是一个有特定宗教背景的节日，而元旦呢，在大多数文化里，它就是一个世俗的、标记时间流逝的节点。把这两件事儿搅在一起争论，那不就完全跑偏了吗？这个比喻我觉得简直太形象了。我们都知道堂吉诃德的故事，他把风车当成巨龙去战斗。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，为了一些根本不重要，甚至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问题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就像在跟空气搏斗一样，浪费了宝贵的精力。关键就在这儿，这种能量的浪费本质上是一种逃避，它让我们舒舒服服地不去面对生活中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，比如我们的道德困境、我们的社会责任、我们内心的挣扎。我们用外面的吵闹来掩盖内心的寂静。OK， 把精力浪费在外部的争论上是一种逃避，但还有一种更隐蔽的逃避，它来自内部。那就是当我们的信仰被一些僵化的人造的仪式给取代了，信仰本身反而成了阻止我们反思的一堵墙。哇，这个比喻真的够狠的。私酿的酒，你知道喝下去会伤身体，甚至致命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些被人为发明出来、强加进去的宗教仪式和规条，他们会毒害信仰最核心的本质，让人的思想变得僵化，失去活力。你看，这种毒药是怎么起作用的？首先，它会把你的生活切成两半，一块是所谓的神圣区域，一块是世俗区域。然后呢，它通过一些外在的仪式，制造出一种虚假的优越感，让人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虔诚，然后就开始评判别人。最后，信仰不再是帮助你提升自我的工具，反而成了一把枷锁，锁住了你的思想，扼杀了你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干扰，那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我们怎样才能进行一次真正有意义的自我反思？别急，答案就在这个概念里。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、真诚的自我评估框架。这个词 muhasabah 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，它源自阿拉伯语，在伊斯兰传统里是个很重要的概念。但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会计或者清算。在这里，它被用作一个核心工具，意思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思想、言语和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盘点。
这里就要引入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极其强大的商业比喻了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的人生就是一家公司，而你的启动资金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生命、你的时间和你的才华。你怎么去投资这笔独一无二的资本，就直接决定了你这家公司最终是盈利还是亏损。你看，这就把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操作的步骤。第一步，你得先转变心态，承认你的生命、时间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本。第二步是回顾，盘点一下过去这一年你都做了哪些交易，哪些是善行，哪些是恶行。第三步是深入分析，评估你的几项核心资产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基于前面的分析，为未来制定一个行动计划。记住，做这件事儿不是为了让你沉浸在过去的错误里懊悔，而是为了更好地规划你的未来。这张表就把这个比喻变得超级具体了。你可以直接拿来问自己，过去一年我的智力项资产是增值了还是贬值了？我的知识有没有增长？我的意志力账户是盈利还是亏损？我的决心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？还有我的良知呢？我有没有善待他人？以及最重要的，时间这笔最宝贵的货币，我到底是投资出去了，还是白白浪费掉了？但是一次诚实的自我核算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不，远远没有。它必然会把你引向一个更难也更具挑战性的问题，就是当我们通过核算发现了真相之后，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根据这个真相来行动，甚至把它说出来。这句话就把内在的反思和外在的行动牢牢地绑在了一起。如果你的审计结果告诉你这里有一个不公，那里有一个错误需要被指出来，那么这次审计的真正完成就不仅仅是在你的笔记本上记一笔，而是要你站出来采取行动。这里对说真话做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区分。有一种真话是陈腐的真相，就是说出来完全没有风险的。比如去批评几十年前的某个错误，这不叫勇敢，这更像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表演。而另一种是事实的真相，是在当下在问题发生的现场冒着个人风险说出来的话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气。这句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。真正的勇敢是什么？不是在安全的地方挥舞拳头去踩那些已经倒下的人。真正的勇敢是在问题发生的现场，在最需要声音的地方挺身而出。当时间过去了，风险消失了，再说真话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。那么聊到最后，让我们还是回到自己身上。在你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审计之后，你发现了什么？在你自己的生活里，在你的社区，甚至在你的世界里，有什么真相被掩盖了？又有什么真相正在等待着你的声音去赋予它生命呢？